近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中国展开访问，并同中共领导习近平进行会晤。人权观察组织于昨天发布一份声明，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习近平时未提及维吾尔人权状况。人权观察组织发布一份声明，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习近平时未提及东突厥斯坦的人权状况。人权观察法国总监在声明指出，中共当局任意拘押上百万维吾尔民众，并将他们关押在政治再教育营。但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中国期间，未曾提及任何有关维吾尔人权的状况。一名来自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族妇女因非法越境而接受审判，她已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法院认罪，允许她留在该国，以避免中国当局的迫害。凯什阿坎于11月12日在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城市扎尔肯特受审时作证说，由于东突厥斯坦地方当局威胁将其安置在穆斯林集中营中，他于2018年5月非法越境进入哈萨克斯坦。这位36岁的人说，我来哈萨克斯坦寻求庇护，我请你不要将我送回中国，我将在那里受到迫害。他还说，他70岁的母亲、丈夫和儿子都留在了东突厥斯坦。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迫使麦斯赫特人与纳粹德国作战，同时将大量的麦斯赫特人从其家中驱逐到中亚。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纪念了在苏联时代被迫从高加索家中迁徙的近10万名麦斯赫特突厥人流亡周年。1944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将麦斯赫特突厥人从乔治亚州驱逐出境。在苏联被驱逐之前和之后，他们还面临歧视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土耳其国家航天局局长表示，土哈两国打算从拜科诺尔航天基地发射卫星，生产与空间有关的组件以等领域加强合作。哈萨克斯坦数字发展、创新和航空航天工业部长阿斯卡尔会见了土耳其国家航天局局长叶尔德姆。在谈判中，双方强调了在和平空间探索领域扩大合作的共同利益。在哈萨克斯坦太空日论坛的框架内，土耳其代表团访问了诺尔苏丹市国家航天中心。土耳其总统内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开始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在持续1个多小时的单独会谈结束后，主持召开代表团间会议。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两人的会面精彩而富有成效。特朗普说，我们将提高与土耳其的贸易额，我们就F-35战机项目等问题交换了意见。